对新营民权路到复兴路这站，原本铁架装饰，互人较歹亲近。不过现在透过都市艺术工主席邀请国际知名艺术家卜尔良的规划设计，除了尊重原创作者的作品，更用入当年趣味的元素，将学校教学场景拢搬来户外。加上指标性的小鼠造型，总共19只，八关八价，相当趣味。而且透过色彩变化，以及圆形间隔的空间，呈现全新的面貌，也让游客来这感觉相当享受。从远远的开车过来就可以发现，这里颜色非常的丰富，和旁边绿树的衬托，让人觉得很有新鲜感。因为之前这里都是原来金属的颜色，然后上了这样子彩虹七彩的颜色，更把那个空间感凸显出来，然后会让人觉得这里很适合。可以来这里过一个悠闲的午后，或者是散步啊什么的，都很适合。就是我们因为刚好这个廊道整个旁边有3个学校嘛，从小学、中学到高中，所以这边蛮多学生，而且刚好有一个从小到大的过程。那我觉得这样一个学生很密集的地方，如果我们把学校的元素拿出来，对他们来讲应该会是很新鲜的。尤其是我们又把一个椅子放得很大，然后把色彩加得很鲜艳，因为一般在学校的课桌椅都是木头色。很干净。那我们现在用7个颜色，红、橙、黄、绿、蓝、靛、紫，把它整个贯穿起来之后，学生们出来之后会觉得，这个怎么跟我在学校里看到完全不一样？那这到底是什么呢？它会产生他很多的好奇。那我想，就像刚才那个局长所说，其实教育它应该是个长期的事情，环境的教育其实很重要。如果他们会发现外面很多美好的事情，那其实外面有很多东西，其实也应该值得你去重视跟在意，而不是只有课本上的知识固然是很重要，可是外面很多生活当中所碰到的环境需要大家去维护。然后，如果环境里有美好的事物，也是要大家共同去保护它，或者去维护它。我们希望把这个想法能够带到这个公园里面来。可是，还是不只是在教学领域，透过公共艺术做景的多变化，除了将艺术用入生活，让艺术行出校园，也让老一辈找回当年的回忆。对此，文化局长叶哲山嘛出席，甲大家同乐，邀请大家4月2号来这野餐体验。今天很高兴在我们新营美术园区的廊道上，有一座崭新的公共艺术。这个崭新的公共艺术是邀请卜尔良艺术家特别为我们新营美术园区来做创作的。那在这一个所谓的绿色廊道上，有3所的学校，所以这次我们卜尔良的艺术家特别以童年来作为创作的一个主题，那设计了所谓的小鼠，那搭配了把学校的这些课桌椅把它放大，那凸显出一种跟学校的所谓的正规教育不同形式的一种感觉。然后在我们整个所谓的艺术廊道中来做呈现。那过去这边的所谓的钢铁的一个建筑其实是非常生硬，所以很多民众其实都觉得它有一点难以接近。那透过这一次色彩的改变，加上这些所谓的公共艺术的融入，所以让整个新营美术园区感觉鲜活了起来。所以我们在4月2号办理了一个童年狂想曲，那邀请所有的市民、大朋友、小朋友，大家一起来参与，跟我们的小鼠一起来狂欢。新营美术园区这么吸引人的公共艺术品，除了欢迎大家共同来欣赏，不过嘛记得爱温柔对待，和这个台南新的代表创作咕咕等等。台新闻管及郭博义采访报道。开春用 BB， 好运跟着来！120枚，每月只要888，再送1000元购物金，超值 HD 餐，让您轻松在家标网，想标多快就标多快。另外 ，BBTV 所推出的 PVR 智慧录影管理功能，拥有4大功能，让您做电视的主人。Live 节目随时录影，精彩节目想暂停、快转或倒转，都可以重播一看再看。同时间看电视，再也不用抢，看1台还可以同时录2台。预约定时录影、时段录影，还是全影集录影，电视影集1集再也不会错过。500G 超大硬碟空间，想看什么节目，通通录下来。PVR 智慧录影管理功能，年约优惠价每月只要100元，让你打开电视就是您想看到的电视节目。想一次拥有最棒的优惠活动及最精彩的数位生活，欢迎拨打服务专线洽询。